我要夜望黄山，我的帮赞对打落来，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兄弟平安。这是咱三角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在一首，至关上帝，我爱称赞。圣诗在一首，上帝至关，我爱称赞。请起立。请坐。这是咱要三角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跳堂阮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阮今早来到圣殿，要用心灵甲信息来敬拜你，求圣神教阮伫地，引带阮安静心伫你的面前，全心全意来敬拜你。主啊，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阮要来认罪悔改，反省家己的所讲所行，是毋是合伫主你的心意？求主来帮助阮，除去心中迄个骄傲的自我，互阮会当明白家己的能力有限，是主你大能的圣手时刻来帮助阮、扶持阮，毋是我靠家己的权势甲能力。是我靠上帝灵来成就做阮一生的祝福。求主的保护洗清阮所犯的罪，
赦免阮伫生活当中无意间得罪上帝的行为，撤销阮的过失，求圣神伫阮的心中帮助阮有顺服的心来尊叹上帝的话，互阮的性命会当得到新的活命。因为你的道路较悬伫阮的道路，你的念头较悬伫阮的念头，互阮会当顺服伫主你的带领。透过圣经的教导、牧师的牧养，互阮所讲所行会当合伫主你的心意，来荣光主你的性命。主啊，阮是蒙福的人，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白白来领受你的恩典，赐互阮丰盛的产业。特别上帝，你互阮每一个人领受无共款的恩赐，来成就主你美好的事工。你创造万物，拢照你的时来诚做美好。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的，人袂佚佗。阮领受圣神的感动，接受福音。主，你也爱阮去传福音。100多年前，主你差派宣教师来到台湾传福音。虽然伫迄个时阵，客家人较无机会来实习主，即马嘛有真侪客家人还未信主。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客家的宣教主日，求主来兴起更加侪的同工来成做基督的精兵，互兄弟会当做伙来关心客家宣教的事工，将福音传扬到台湾全地，成做台湾正百姓的祝福。也为着真假去正道的培牧师来祈祷，愿圣神甲培牧师伫地，嘛拍开阮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互讲的甲听的拢总得到帮助。阮恭敬将今早起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求主来带领。愿我献上的一切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主，阮的祈祷无够野。爱用主你教示阮的主导文，三个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日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日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是咱要三个来启应，启应文18篇，伫咱的信息后面27页的所在，伫咱的信息后面27页的所在，启应文18篇，咱要做伙来启应。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对甲世界你要袂造成。你互人归头，因为在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捞起，伊亲像草早起时无生，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
总是其中所看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求你甲是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耶和华爱到其时呢，求你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的所做对你的路步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这声，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这是咱们所会用信息160首来学老主疼痛的心降临，请起立。信息160首，请起立。
济俄罗南社合唱团基督精兵。感谢南社合唱团用真水的歌声引带咱来敬拜上帝，愿一切荣光归乎上帝。这是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伫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5节，还有第1章的第8节。第二位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伫咱的圣经的现代中文译本185页，搁186页的所在。我要读的是台语汉语本。第1章第1节到第4节，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将耶稣对起头所行所教示的，直到伊脱中圣神命令所敬的使徒了后，受记接就天的日，逐项记载伫前一册第3节。伊受害了后，捌用最多凭据，伫40天的中间出现，
互使徒看见，来显明伊家己是我。煞讲论上帝国的事，伊甲因自责的时，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听候爸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所听见的。第5节，因为约翰用水加洗礼，独恁阁无几日，要伫圣城受洗。第1章第8节，独圣城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第2位是伫第2章第1节的所在。第2章第1节，古春节的期已经到，因拢聚集伫一个所在。忽然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因所做过境的厝。第3节，就伫分开的日出现，互因看见，亲像火的日，歇伫逐人的顶面，因拢受到圣神的充满，才开喙讲别样的口口，是照圣神所授予因讲的。以上，愿上帝祝福愿意听伊的话，搁安尼来行的人。今仔日足欢喜会当邀请咱的前主任牧师裴德贵牧师来谈讲信息，题目是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意义。题目是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意义，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平安。真久毋捌来甲恁见面哈。我逐礼拜拜六，拢有伫7楼，伫因带甲参加伫客语的礼拜，用老母的话，客语强强会无去哈，所以咱双林教会有一个客语团契、客语的礼拜，逐礼拜拜六。我拢有伫个所在来参加，伫7楼所在。但是礼拜日真少机会甲咱做阵。今仔日特别是伫客家宣教的主日，来甲各位来请安。双林教会对客家的宣教非常的关心，无论客家的中会的成立，也是客家真侪的事工，客语的翻译，特别我。为着客语的翻译，用26年久，有迄个团契内面来翻译一个圣经上个少年的就是加拿大的这个牧师麦牧师，甲阮做阵来翻译这客语的圣经伊会加做讲客话讲得非常好的一个宣教师双林教会对客语的宣教有足大的贡献，直到今仔日，咱继续为着客语的教会来奉献。因为客家的教会，迄个中会成立了后，因为真拍拼来努力传福音。无几年的中间连续来设立4、5间的教会然后咱的教会继续为了客家宣教事工来奉献。真感谢，也伫咧所在向各位来说多谢对客家的关心即马客家的圣经头7摆的翻译已经卖掉即要第2摆出版即马伫做佫校对的中间，继续为着因来祈祷。今仔日大家今仔日要甲最近来思考的题目就是圣神降临五旬节的意义对客家宣教的时阵，讲这个题目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客家的教会信主的人真少比率差不多1000个中间只有3个比咱讲闽南话的信徒减真济，所以客家的宣教五旬节降临，圣神的降临，
对客家宣教有甚物关系呢？因为客家到今仔日也是信主的人无多，真需要圣神搁一摆降临伫咱中间。咱在初代教会的时阵，拄开始的时阵，信主的人嘛真少。但是呢，因在听候这个圣神的领导，因为耶稣有应允因圣神来领导伫因的时阵，因为伫迄个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伫教地界，为着主耶稣来做见证。今仔日咱所读圣经内面，果然圣神伫五旬节是领导伫因圣神领导因的时，发生一寡代志，就带来了初代教会大复兴，将福音一直传传到今日全世界。所以今仔日对客家宣教主日的时阵，伫这较弱小的客家的教会，咱需要来关心咱关心的中间特别求圣神来临到伫客家的教会，也相信圣神临到伫咱上年教会，互咱真做一个热心传福音的教会。所以客家宣教主日到圣神的临到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客家的宣教，少年客家教会真软弱，但是真需要咱来关心。也咱的教会也爱亲像初代教会，叫做人人传福音，叫做复兴的教会。伫遮爱明白这五旬节的圣神临到意义。伫圣经内面条都所读，第1章第1节到第2节，头一项咱明白，耶稣伫世间所做所教示的，咱讲起到圣神的临到的时阵，咱常常会受到讲圣神临到一个真奇妙的作为，还是讲方言等等安尼。但是呢，咱更较要紧的，就是爱亲像初代教会，伊听候圣神临到的时阵。伊的确爱明白耶稣伫世间就所讲的一切，对咱的圣经内面伫所在，伫讲听好了我已经将耶稣对起头所行所教示的，直到伫因托中圣神命令所见的使徒了后，收集记载就天的日。答案记载伫前的册，因受害了后，捌用最的凭据，伫40天的中间出现，互使徒看见，来显明因家己的话是我，所讲上帝国的事。因自执的时阵，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听候爸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听见的，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恁过无几日伫圣神来受洗礼。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作者继续所写的一个真要紧的所在。这个所在所讲是真大的，甲以前无共的，就是初代教会少的人，变做真多的人，变做真复兴的教会。这个是甲圣神降临充满有大的关系。但是呢，爱知影圣神的降临的关系，咱爱知影，耶稣所教示、所做一切的事。伫所讲、所行的讲，做的代志，甲恁中间所讲的，恁拢会知影。毋那呢，特别耶稣有应允因讲，你毋好离开，你爱听候耶稣基督所授予恁的圣神，因为因期待耶稣临到时，上帝国会复兴起来，就问伊，但是耶稣甲因讲，恁爱听候圣神。圣神临到伫因的时阵，你要得到困难。伫耶路撒冷
伫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为着我做见证。当使徒行传会开始的时阵，罗家就过一摆伫甲因讲起有关圣神的代志。因参加组织的时阵，伊讲上帝的国要临到以色列吗？因甲伊讲，时若到，圣神临到，你们得到开难。因就开始伫听候。伊讲你听候，但是你会知影耶稣基督所行所做一切，信仰毋通有偏，信仰要有圣神的充满，得到开难，就真奇妙的开难。上帝所做所行的，人所无法度了解的，但是这根基甲耶稣基督所讲、所行、所做的有密切的关系。耶稣所做的代志，耶稣基督所教示的代志，因爱读，爱知影，伊的传道，伊的教示，伊的医病，伊的赶鬼，伊的拣选学生，因的受洗，因的受试探、受苦难，国啊到就体，拢对咱有一个真深刻的意义。所以信仰是耶稣基督的拯救的代志，咱爱足详细，爱知影咱毋通有偏见。但是除了知影这一切以外，咱爱有经历的圣神的充满，来得到开力来传福音。咱爱得到开力传福音以前，咱爱知影耶稣所行所做的内容，咱才袂偏差去，才袂成做异端。今仔日对新旧约圣经，咱愈知影愈济愈好。搁一项真要紧就是，咱来确信耶稣基督的国第三节的所在特别甲咱讲起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毋是只有期待，就会轰轰烈烈的英雄，也毋是一个死地，是一个顶面轰轰烈烈的一个英雄。犹太人所期待的是一位国永远未死的救赎主。耶稣定死世界的时阵，虽然真轰轰烈烈，但是学生却是四散失望离开去。什么时阵因会当搁组织呢？就是耶稣国因这学生搁一摆组织做阵来听耶稣基督讲论上帝讲代志。搁较要紧的就是，伊知影耶稣知影确实看见耶稣基督的国因知影因的救主是我的这是犹太人真正在期待的。所以保罗讲，我捌用所知影一切甲恁传，就是基督为着咱的罪死这是救恩的意义第三天国这是得到开难的开始去显现，也一摆用彼得，也一摆向500个人来显现。基督若无国咱所传的是枉然，所信的是枉然。基督无国学生就四散去但是基督国因就搁就组织都定心得到开难，因搁无惊赢。特别基督国了后，有一寡奇妙代志的发生互遐人看见时，耶稣基督圣神临到充满因的时阵，因受是圣神的洗，因就开始讲起方言。方言对原文的意思是讲字音啦，像喙齿的音的发音。那这是一个真奇妙的迄个话语但是较要紧的是，这是对上帝来的一个特别语言圣神充满的时阵，讲亲像天顶有声充满伫因所在的处。咱知影圣神，这里原来伊的意思亲像风风是有真大困难，是代表一个活命。充满因伫个所在天后圣神的时，果然圣神亲像天顶的风伫顶面降落
临到伫因所徛起迄个厝，迄个希腊语原文写讲 Plero，Plero 就是一个增加的充满的充满，好亲像果子树内面迄个汁愈来愈济、愈丰富愈长大，会当果子侪的果子来亲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心、温柔、节制，这果子来。同时，许多改变，用彼得甲约翰来做头勇敢见证耶稣迄个态度，互议会的人讲：因才是咧缀耶稣的人。因无学问但是伊所讲的，互因知讲，伊缀耶稣。缀耶稣就是亲像耶稣的讲论有权柄，亲像耶稣会当行神迹、奇事来见证议会人人物，伊就是跟缀耶稣的人毋是只有学问来，有跟缀耶稣，有特别能力对因的身躯发出来，也特别因活伫即个所向无敌的团结，有一个牧师叫 J.B. Phillips， 用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是足普遍的一群人，真侪人以前是生活也无好，当无好，但是伊互圣神充满了后，伊受改变变做真特别的参加伫所向无敌的团结。团结原文的意思 ，fellowship 就是讲交配我有的我互你，你有的你互我这叫做团结菲利普特别讲，初代教会因参加是所向无敌的团结，就是讲无法度讲破去因虽然拄着真侪困难，因真善向，但是无人会当将因这个团结拍破去、拍散去这是初代教会迄个团结的生活。所以教会爱有耶稣基督，传耶稣基督，讲起耶稣基督的代志。但是教会常时爱彼此活出有团结、相听，你听我，我听你，彼此相听，迄款的团结。圣经的充满是，伊讲亲像喙齿的火焰落伫因的心上。伊互圣经充满起来，伊讲 Pratho， 这是指讲真地上间受充满，因的耶稣做见证，不但互圣经外在来鸟关充满伫因的心上，因就有智慧，有会讲智慧语言，会讲知识的言语，信心伊比加关联，做先知。辨别这个人讲方言翻译，为着是服侍，叫咱得利益。因这个讲方言的时阵，就引起真侪人真戆呀，看见因所讲的真奇怪的话甚至因的动作因讲因亲像酒醉，就是彼得甲约翰跟讲，因毋是酒醉因讲起北国的语言，因听起的是。因看起迄个方言是字音句子之音，但是呢，因听起是比做因家己的话。因这犹太人对世界逐所在倒转来组织伫迄个所在，因真奇妙，因为彼得、约翰因所讲的是这是字音但是伊听起是才比做因家己的话，像我听起是比做客话，因听起是比做河洛话。因听起北京话、华语安尼，所以这个方言的奇妙就是上帝的话，真简单的字音，但是听起的人，他比如讲，咱因来讲起阮家己的话，讲阮的话，大家拢听有啦，大家拢听有，真短的时间中间，大家拢听有，因讲因家己的老，因来相谈因家己所讲的话，这是圣经内面是讲，圣经充满讲字音，
咱讲字音，上是讲，字音就是舌音啦，咱强调迄个奇妙的代志，但是咱主要是讲去爱知影，就是讲，因咧讲的是字音，但是因听起的是啥？变做因家己每一个人所讲的话，讲什么伊拢知影，会人了解，因拢知影讲，即个使徒所讲有关耶稣基督的代志。毋若听有，因受内面受刺激，为着因以前在定耶稣基督、糟蹋耶稣基督迄个代志，因就悔改，所以呢，因就开始悔改认罪领洗礼。直到有一日有3000个人受洗礼，归伫耶稣基督名下，经过这团结的生活。当五旬节这个信心的领教，对今仔日客家的教会来讲，真要紧的意义就是，互客家的教会会当开始，也会当得到上帝权柄的开来，伫讲起耶稣基督的代志。听伊的人拢听有，我看伊讲，这是群体耶稣基督的。因为伊所讲的甲耶稣基督有关系，伊所讲的，佫亲像耶稣基督有关变，因较要紧的，特别是因为了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因就对耶路撒冷，果然，因讲圣经啊临到伫恁的时，你要得到开咱。对于耶路撒冷犹太传地到撒玛利亚，我要做见证。果然，我是这信徒圣心临到伫因的时阵，亲像风吹入伫因的所在，互因得到活命。叫做有新创作、有关变的信徒，有活命发白的信徒，佫叫做会当传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所讲，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因就开始对耶路撒冷影响耶路撒冷的整个城，它影响了犹太全地，佫到撒玛利亚个外邦的所在，佫到当时亚细亚，伊直到伫当时和以弗所、菲律宾、欧洲的所在，因这是圣经临到的意义啦，信徒活命。改变，并且有发办归来。今仔日咱的少年，这个客家宣告的主日，意义也就是，希望圣神临到伫这个客家的教会，或者信徒。拢真做有活命、有关变、有开来。像咱伫纪念这代志的时阵，为着这个客家的教会来祈祷，咱的教会也真做有活命、有开来，爱传福音，有关变传福音，传了有效果、有意义的教会，复兴的教会。这是。五旬节圣神临到意义，信徒活命改变，毋是马虎信徒，是有活命的，是有见证的，是有圣洁的信徒，拢改变因的歹习惯，伊有歹所行，拢来改变，这是使徒这圣神临到伫因的中间的意义啦。所以伫这个。客家宣告主义的时阵，也咱为着这个纪念，为着客家教会来祈祷，也希望客家的教会也真做有关变、有改变、有活命、有开来，真做肯宣告、爱宣告，各有关变来宣告的客家的教会，也互咱的教会也真做爱宣告、有开来宣告、有活命、活出。耶稣基督活命的信徒，这是
五旬节的圣心灵教意义。所以教会毋若是耶稣信耶稣基督，咱会当得救。咱毋若是听耶稣基督的教示，学耶稣基督的教示，行耶稣基督的代志。相信圣心充满的时阵，咱有迄个官兵甲画面会当行出来，画出迄个画面来。甲以前互人看到，人知讲，这人甲以前无相像，这人是军队耶稣基督的，毋若是客家的教会，就咱特别为着客家的教会来孝念因，来为着因的祈祷的时阵，互咱的教会也做有画面、有气力，有讲耶稣基督代志，宣讲福音，有气力，行出迄个好所行亲像马偕博士，一个人来到台湾60年中间，起做60间的教会，到今仔日影响全台湾遮尔大，这就是客家宣教主日。为什么爱讲起这个？为什么爱讲起这个？圣神灵教这个意义呢？因为圣神灵教影响初代教会非常的大，亲像安尼，咱来孝念客家教会亲像圣神灵教伫初代教会，圣神会来灵教伫客家教会，圣神会灵教伫上年的教会，互咱上年的教会，亲像初代教会中间有一个画面的改变。为官兵开来传福音，一日3000个人，毋那迄3000个人了后，因就开始对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了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特别亲像保罗即款的人，受感化，会当有真正有学问，本来是迫害耶稣基督，比做欢喜为了耶稣基督来迫害。四过去传福音，咱的上年教会也是，嘛加做，毋若是有制度，有学问、有神学的教会，咱的教会也加做宣扬福音、有圣神充满的教会。咱今仔日孝念圣神的灵教的日，也孝念客家的教会，客家的教会要得到圣神的充满。让我们上年教会得到圣神的充满，撒个阿头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神的感动，找见马偕博士来到台湾，8万年前，台湾对北部开始影响这么多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也建立马偕的教会，影响了真大。今仔日，咱伫少年对台湾也有一个族群，叫做客家族群。有真侪人，但是信主的人也真少。咱总会为着爱关心这个代志，就成立了宣教的中会，客家宣教的中会，也设立客家的教会，鼓舞客家的教会，佮特别定一个客家宣教的主日，来唤起全台湾基督教会有信心的充满，关心宣教的代志，鼓励宣教的代志，为着客家的教会来祈祷，互伊当加做宣教的教会，也互咱加做宣教的教会。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咱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听，圣诗165首，圣诗16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圣会独一的地基，请起立来吟。
请坐。伫奉献的进前，我要来报告。若是你是头一届来到双连教会，伫拄仔入来时阵，还袂伫楼咱的10楼的礼拜堂外口填写来宾留名卡的兄弟，请你伫你的座位的头前有咱教会的来宾的留名卡。若是你头一届来的，会当填写，以后交互受奉献的职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毋通将你的留名卡放伫奉献袋仔内底，爱交互受奉献的职事，互阮来熟悉你。这是咱三个来奉献。咱三家做伙来做奉献的祈祷。疼痛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予阮每一个人有教养的恩典。这时，我毋但要献上资源来加做上帝的圣工来用，阮嘛愿意献上阮的时间甲阮的才能来互主用，求主来感纳。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要三个来关心教会圣工，伫咱的周报的第5页的所在。咱的周报第5页的所在。
今仔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客家宣教的奉献主日，感谢咱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的主委唐玉芳牧师代表客家客宣伫第一场甲第二场的礼拜来证道、请安甲报告。嘛，感谢裴牧师伫第三场礼拜当中代表客宣来证道。愿上帝赐福伫客家的宣教中会，甲客家地区的宣教事工。这是咱要请总会的客家宣教委员会的主委唐玉芳牧师，会当起立，互阮来实施一下。好，唐牧师。好，请坐。感谢唐牧师吼，伫第一场甲第二场的时间，还有第三场拢伫咱的教会，甲咱做伙来礼拜。嘛，感谢愿上帝祝福伊的辛劳。嘛，最感谢咱足久无看到的裴牧师，第三场礼拜当中，会当甲咱的兄弟三个来分享，甲证道伫咱的客家宣教当中，真侪的事工。咱嘛感谢裴牧师。我小个讲话定答安尼无？唔会啊。若是有嘛，歹势讲吼。毋过好佳在无啦，吼，真顺，真好，感谢上帝的恩典。好，现在咱来看第二点，咱的小会报告的大事工。伫咱的小会，2019年第7届，就是7月份的定期的小会，已经监选通过聘任陈伟丽传道师加做本会的传道师，而且伫2019年的11月10日下晡3点，要伫咱的本会的10楼的礼拜堂来举行奉礼牧师，还佫有就任本会关怀牧师，还佫有受职的感恩礼拜。望兄弟会当甲时间留落来，做伙来参与伫咱教会的事工，做伙来参加感恩礼拜。其他关怀部分嘛是伫第5页的所在，本会的会友龚珍菊云姐妹，就是龚珍如姊妹的妈妈，伫8月19号安息主怀，定伫9月9号本礼拜一下早时10点半，就是明仔伫咱的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的景仰楼的地下1楼的真爱一室，要举行日念辉华礼拜。下晡明仔载的下晡1点半，伫咱的教会7楼的礼拜堂，要来举行告别礼拜，请咱的兄弟会当来关心代祷，还佫有参加，愿上帝安慰伊族。说下第2点，其他关怀部分，本会的会友周桂美姊妹的妈妈许媛姊妹，伫8月21号安息主怀，已经伫8月31举行日念辉华礼拜。要定伫9月28号拜六下晡时的1点半，伫淡水丢落教会要来举行告别礼拜，请咱的兄弟会当来关心代祷，还佫有参加，愿上帝安慰伊族。说下来看第5页的新林牧区的事工，有一个净滩活动的报告。咱的教会伫甲七星中会主办一个净滩活动，伫10月13号礼拜日，就是双十节连休4天，休4天的迄个礼拜日，下晡1点要对教会出发，咱要来去金山的中角湾这个所在，要来去海边捡粪扫，净滩活动。这是一个足有意义的活动。若是兄弟你的时间有方便，嘛爱来报名参加。这个报名的时阵嘛爱交一个人150块，包含咱的车钱，还佫有咱的保险，还佫有迄天的暗顿，会当有是一个足有意义的活动。望兄弟你的身体有方便，时间嘛有方便，就会当来对咱的干事来报名。好，咱的总务委员会嘛有一个消息，就是咱的教会即马有要聘请一个拜六甲礼拜清洁人员，若是你有熟悉朋友拄啊好有会当适合即个工作，嘛会当介绍伫咱的高楼的徐昭平主任遐，互咱来熟悉一下。好，
煞遮咱环教第6页的所在，第6页第9点，咱的主日信息的预读的所在。后礼拜主日牧师要传讲的圣经的人物是亚伯兰、亚伯兰吼。牧师交代爱请咱的兄弟转去爱读创世纪12章，吼，大家转去爱看圣经，爱来预习，安尼好无？好，安尼真好。煞遮。我无报告的所在，咱就大家来关心吼，转去来关心教会圣经，特别是咱的周报内底有为着咱的教会的兄弟，身体有较有欠安的兄弟，有特别来甲伊的名摕伫咱的周报顶头。若是伫咱的灵修的时间，嘛会当为着咱的教会的兄弟来祈祷，特别伫第9页的所在，第9页的所在，望咱的兄弟，咱拢会当诚做咱的教会的真重要的同工，每一个人拢会当为需要人来祈祷，互咱的教会会当诚做一个上帝所听，嘛是合伫上帝心意的教会。这是咱的牧养大道，欢迎来宾，爱请咱的刘牧师。各位兄弟平安。首先，搁一摆强调吼，这一次的净滩，咱是甲中会来合作来配合。咱足熟悉，伊应该是伫外口有设摊吼，所以咱出去就会当来报名，无论是团体也是个人拢会使，就拜托大家，咱来伫外口来报名，会当的拢来去吼，互咱为着咱的地球，为着咱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尽一份的心力。第二，咱来看下一期的洗礼造就班，你若有带新朋友，也是无导友的，已经会当开始报名，所以鼓励因会当来受洗，真正做上帝的囝儿，加入咱的教会，加入上帝的家，特别甲大家提醒。我要伫遮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甲新朋友，第一位是张新文姐妹，张新文姐妹。请你徛起来，互阮来甲你欢迎，好无？伫中间的所在，咱隔壁兄弟就甲伊握手来欢迎伊来请坐。伊是在等候进驻我们的安养中心啦。好，第二就是谢敬昌曾淑慧夫妇，伫这边中间的所在来请。隔壁兄弟来甲因握手，来甲因关心，来甲因欢迎。伊是咱的干事，上台干事曾淑瑜的阿姊甲姊夫也是咱的同工的亲人，所以咱特别甲因欢迎，请坐。也阁有第一摆来到双联教会的新朋友，也是兄弟，也无客气，互阮来欢迎你。若无，咱做伙来祈祷。这位上帝，阮伫遮做伙祈祷，为着台湾即个土事，也为着阮所听的亲人来祈祷。主，你互阮伫遮有得到你家己的保守，互阮行伫你公义甲慈悲疼痛的道路顶面。特别为着总统的选举，甲逐个官员的执政来祈祷。主，你互阮真正是为执政的人祈祷，就亲像圣经所教示的，要有安宁的生活。互阮透过每一届的选举来学习民主的进步，也伫遐搁一摆为着台湾共同来努力，为着客家的宣告来祈祷。祝你祝福伫阮客家的教会牧长甲兄弟，互因亲像五块饼、两杯鱼，虽然微细，也佫会当做真大的工，诚做人的祝福。也互阮伫祈祷、关怀甲支持的中间，互因永远无孤单。主为着双联教会来祈祷，求你圣神管也充满阮，互阮诚做宣教的教会来照光伫阮的社区。为着培牧师以及所有退休的牧师来祈祷，虽然渐渐年长。祝你加倍祝福伫因的身上，互因团工有气力，做工手所做的工，得到你的坚固，来诚做你的见证。为着身体心灵欠安的兄弟祈祷，求你继续医治帮助扶持因，互因伫人生困难的路上，也佫看见上帝三甲之地。
为着今仔日第一摆来到阮中间的张新文姐妹、谢进昌、曾淑慧夫妇来祈祷，求你互因伫你的祝福内底体会到福音的好处，也体会到生活伫主帮助的内面。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这所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上营信息共509首，俄罗提杯办互本院。信息509首，俄罗提杯办互本院，请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贤的夫妻甲帮助，甲咱请大家说到地地，对这点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日岛社阮共受差遣，